講到新能源車，大家第一時間可能會諗到電動車。不過今日嘅主角唔係電，而係氫。團結香港基金最新發表咗突破試點香港氫能發展策略，探討香港發展氫能嘅條件同部署。氫能係一種清潔能源，燃燒之後淨係會產生純水，做到零碳排放。喺香港最值得率先應用嘅，一定係巴士同貨車呢啲重型車輛。香港啲路有車，站有密，巴士成日都載滿人。喺呢種情況下，電動重型車耗電快嘅缺點就會更加明顯，仲要叉電叉足成幾個鐘。相反，氫能車加氫10幾分鐘就搞掂，即刻可以行得。不過而家全港淨係得3座加氫站，而且目前香港嘅氫氣要靠陸路跨境運落嚟，路面運輸成本高，加氫站又少，氫能產業規模一擴大，就更加難長遠發展。為咗更好咁發展氫能，報告提出咗多項建議，零氫能用得到、供得上。第一，報告提出要加快興建加氫站，喺貨運樞紐優先建站，同時開放私人站點，喺特定時段俾公眾使用，有站可以加，氫能車先至可以真正用到。至於用量更大、氫能儲存需求更大嘅大型工程區域，例如北部都會區，報告建議設立中央換瓶站，工地設備用完一組氫氣樽，唔使再逐支入氣，而係成組樽架直接換走，換上預先入滿氣嘅樽架，即刻恢復運作。第二，報告建議拓展煤氣管網抽氫模式。香港擁有全長超過3700公里嘅煤氣地下管網，而本地煤氣含氫量大約49%，非常適合抽氫，即係等於有一套覆蓋全港嘅隱形氫氣網絡。只要喺用氫地點加裝抽氫設施，就可以就地取氫，唔使下下依賴跨境運輸。一句講晒，氫能唔係遙遠嘅概念，基建同資源其實一早喺我哋身邊。想知多啲詳情，請瀏覽團結香港基金網站及社交平台。